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1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昨暗头啊有一只客船号做满天星1号，对澎湖要驶去家己布袋港，说是意外跨沙，船顶235个人受困伫咧海上。虽然落尾拢有平安，互人接上岸，不过有一个有心的旅客，咱像是人咧无爽快，互人送病院治疗。乌乌的海面上，远远看到满天星1号总算入来到家己布袋港。这只原底7月19暗时6点就应该到位的船，晚2点钟才入港。可能是今天的风浪比较大，比较大，那可能那船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偏航。码头边业者海巡甲救护车早就传咧等，因为船顶拢总载227个拄啊为澎湖返来台湾的旅客，佮加上8个船员，拢总有235人。其中一个有心人身体无爽快，伫医护人员帮助之下，坐软轿送病院观察。其中有一个孕妇，她刚刚就是因为有身体不适，所以也有叫我们布袋消防分队来前往做一个送往医院做一个救治。落船了后，总算会当透一口气。有旅客表示，船跨沙的时，业者哪像无任何说明，是大家主动穿救生衫。有一度好像快翻船，大家就太紧张，穿救生衣。停在海上啊，然后也连走都没办法走啊，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大家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因为拄好是旅游大过，佮加上前一天澎湖放年会，客船差不多拢坐甲甜甜，业者也赶紧传洗手啊甲饮料，安打旅客的情绪。船公司表示，那像因为风太过了，布袋港外口有积沙，才会互船只跨沙。加在派出拖船，甲满天星1号平安拖回来，后手会继续调查厘清责任，确保袂搁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新竹，这阳明高台有一位美国籍的教授举刀啊走去甲因同门的台死。这校方是表示讲会来调整课程，协助学生换指导教授。另外也因为这个嫌犯是去互警方开枪压制，目前人也搁伫咧病院内底治疗，也未接受侦讯。到底是安怎要杀人？这犯案的动机也搁等待调查。当下，后退。警方紧急到场，提前甲盾牌戒备。14新竹市英文教室发生命案，提刀的嫌犯不愿将刀放出来，厝内阁有6个大人4个囡仔受困，关警开枪将人制服，现场拢是枪声。就真的很不知道，昨天也是这样，我想说，怎么外面突然那么多警察？比例43岁姓林的查甫人涉嫌提篮宝刀，伫3年度的音乐教室杀害4期的负责人，犯后佮甲环境对立，即马凶手身份也被验出来是阳明高大教授。这位老师目前的状况就是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异常，也没有重大的为师。他在过去也有曾经得过这个优良的教学奖。不过目前来讲的话，他的教学的状况，我们还会再进一步的来进行一些了解。涉案的美国籍教授伫阳明高大教册10多年，得到优良教学肯定。面对这摆事件，学校启动相关机制，调整开课由其他老师接手，协助研究生换指导教授，保障学生的受教权。是不是将人停聘？阳明高大表示，会看后续司法调查进度，才会做出相对应的处理。嫌疑人借户就医，行凶动机尚待查证。全案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检警巡回现场勘验，死者家属会到殡仪馆配合完成凶验，警方初步调查，嫌犯甲死者是大细线的关系。案发到即马，医院伫病院治疗，还未接受侦讯，制作笔录。到底犯案的动机是啥物？哪会造成大错？检警已经组成专案小组，继续侦办调查清楚。公布启动被害者保护关怀机制，提供被害者家属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警方接到消息，7月初成功伫咧桃园机场有抓到一桩人体运毒案。这是一个法国的观光客以1抓10万块台票的代价，伫咧泰国把这毒品吞到腹肚底，再个走私来到台湾。这就等于讲落去一粒全部拢是毒品，已经去互人安排5天的时间，食啥药拢总排出来，有甲1公斤400公克重，市面价值是超过2000万。
桃园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警方甲移民署人员当日确认这名穿白衫查甫人的身份，甲来台湾的目的。高雄市警方7月初接到线报，讲有人用人体创毒的方式跨国运毒来台湾。伫咧叫我头地检署的指挥下，成功伫桃园机场查到这个50岁法国籍的查甫人，送去病院做电工，果然看到肠仔内底拢是一粒一粒的毒品，买手用5天的时间安排去食下药啊，甲排出来，全部拢是1级毒品4号啊，重量要到1公斤半，市价超过2000万。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热缩膜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1级毒品海洛因。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甲毒品底做6公分长、2公分宽药丸啊，吞入去拍倒，用一抓代票10万的计数，对东南亚替人运过来台湾。虽讲包装添较真济不过医生认为实在是无爱命，因为毒品丸若破去，肠仔吸收到毒品有可能会无命，而且做一摆吞100多粒，肠仔嘛有可能记载袂掉。也有可能因为这些阻塞而造成肠胃道的破裂。那当肠胃道破裂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腹膜炎，而这也是会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表示，到6月底为止，今年的肇事毒品案件已经查到3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30件。这回抓到这个法国籍的查甫人，自去年开始已经用员工的名义线线来台湾4、5届，是不是有牵涉到不法的行为？现在相关单位嘛正在追查。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真烧热，普遍有33至35度。气象署有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资讯，其中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外山的所在，甲东南部可能会热到超过36度，甚至伫咧东南部可能佫会透火烧风。今仔日继续咧透西南风，水气也是较高，天气较无稳定。南部地区可能不三时就会落一撮仔雨，因为其他的所在也是济云好天，过头就要注意有可能会落阵雨。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就要下记日扎雨伞。好在花莲万里溪房山湖那边1楼，这水位敢若差1公尺外，就有可能会溢出来。林保署花莲分署按算今仔中昼甲下晡2点左右会来发布红色的警戒强制撤离。伊讲拜五明仔早起有可能会发生1楼。警车一个驶来，1楼3点外，花莲分局的警车伫咧放送，当地民众赶紧撤离。自从6月2日发现房山湖了，花莲蔓延几个村里，大家就提心吊胆。黄色甲红色的警戒解除了，搁再发布。因讲安尼撤离转来来回已经几多遍啦，为了安全也无法度，而且这边可能是红色警戒。一股一流的时间一直在往后递延，很多的乡亲上面有很多的无奈。民众了解，这是为了因的安全，不过也是希望代志赶紧结束。林保署解释讲，晚后出来前24点前后发黄色警戒，前12点前后发红色警戒。发布的根据是有高雨量、山谷变化大，俩上严格标准。山区的这个降雨的预测就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它可能会就是局部降在某一个区域，在风险的评估上，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比较严谨。顶回包围风台内房山湖的水无满，淹过流入来2倍的水量。林保署认为这边满流有较确定，因为15月到已经到95%。1楼中央市灾害应变中心花莲分署根据最近水流入来量，提高出发红色警戒时间应该是16，可能会到达警戒值高层。1086的前12小时大概就是7月16号的20时。指挥官季殿成确认，房山湖满流出来时间可能是17日早起8点。林保署解释讲，爆体几号外形也个材料组成拢无确定。即马虽然评估是条板1楼出来无色，不过是不是出现规个崩溃，也个会监测。中央提醒讲，即马已经进入1楼进前的关键时刻，211位保全户拢已经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几天也撞到年度天文大楼。拜1的时，在台南七股有一个爸爸是带高中毕业的后生去水门边来钓鱼。这囡仔是趁课老的时阵走去耍水，想袂到竟然是跌落水失踪，到今一个在搜救当中。
海鹰拍上花边，消防海巡搜救人员一直来回行，要找失踪钓客形影。经过了解，13下晡有一个少年人对时大来遮钓鱼，哪像是因为无熟悉在地流水的变化，无小心滑落海底找无人。搜救单位接到通报了后，开始搜救。提出海口有发现失踪者的鞋啊，敢若望会当赶紧有好消息。但是困难点就是说，他现在场域太大了，然后他有不知道卡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也是难以搜寻。然后我们就借助空拍机。第二就发生在台南七股区丰盛小四坑水门这带，搜救队对发生代志迄天一直到15透早，继续咧岸边海面和空中扩大咧吹。实际转去到现场，平常时毛白少钓客来遮。这几天拄好撞到大楼，流水的关系上无差2公尺，在地钓客嘛坦白讲，这段期间的水流真强，袂使讲笑节。边啊，无可能过掉了。迄边迄地皮是上海一边迄水门地，伊个水门地个迄钓。钓，要安怎讲啊？安全，家己本身安全来顾啦。西南部沿海的东石还有布袋的潮位，在今明2天在满潮的时候，潮位会高达大约1.7米左右。那北门将军到安平一带，大概也有超过1米的潮高。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呼吁，这几天拄好是天文大楼，也一直到拜五，沿海地势较低的所在，唔爱注意海水倒灌，民众嘛爱提高警觉，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桃园前几天落大雨，这路里拢积水，都有民众是骑奥多摆要倒弯的时阵，说是无张持来冲入去路边的水沟啊。好佳在伊人阁法度家己爬起来，无受伤。因为工作室表示讲，会赶紧来改善，避免意外个发生。大路顶积水严重，这水安尼落，网络顶有网友分享家己的行车记录器画面，讲伊骑倒摆经过遮倒弯的时阵，无想到讲规个人连人挂车摔入去沟仔内底，无偌久伊阁家己骑起来，伫网络顶引起大家讨论。昨天淹水啊，这边有骑士掉进去，会不会觉得很危险呢？会，就是昨天因为这边有淹水，所以我觉得掉进去蛮危险。你也常常走这里是吗？对。代志发生伫桃园平镇的红圳路顶，10时下晡，中央气象署对桃园发布大雷雨的即时信息。尾暗仔遮就已经积水淹水真严重，忽然间这雨道甲遮尔大，甲这3甲顺枪离开，都有2个机车骑士骑落去遮摔落沟仔内底，区公所嘛派人去慰问甲了解。后续的话，这边下大雨的话，会有什么防范措施？目前的安全交维措施呢，改成我们的一种为理，然后在转角部分用行人护栏，然后保障行人通行的视野。机关接到侦情嘛，调集相关单位到现场来会勘。目前这是咧做水沟，会伫水沟边采铁围墙，若是挖角的所在，会用阿鲁米的护栏，互大家看较会清楚。现场嘛安抽水机，互道路莫阁积水，嘛互骑士莫阁骑入去内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咱先来看联合报。婚姻因过拢是伫咧清明前后才会出现这举办夜潜水情形。总算是20冬来头一摆伫咧7月，阁会当看到大阵举办夜飞过国道3号，这外车道嘛是紧急来封锁。再来看自由时报，警方查到北部由天道明美英会成员主导的洗钱水房，逐礼拜洗钱超过1亿。警方是拢总抓36个人，也洗过主嫌已经成押核准。落尾是中国时报，消保处统计中联地岩油的案件，目前已经有30多件消费者的申诉。消基会表示，后礼拜开始就会承接消费者的授权来进行团体诉讼讨公道。好，针对这中联地岩油的风波，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讲，伊方针落价是要确保食品安全，唔是就代表所有的产品拢有安全的疑虑。未来是安尼制度，卖强化源头管理等等5大面向去精进。因为卫福部处长林静怡是表示讲，推测应该是这黄豆甲制停出问题。中联油脂研制地岩物质苯片批的事件，10月锁定咧10个公布上新的进度，包括福寿、福部、泰山下游的业者受影响的清单搁再扩大，新增加646间业者，总共1006间业者，其中有一寡较有名的业者，包括之前已经公布的全联、乐雅乐、好乐迪、国强精华、联华食品、何秋长发声明，经过清查已经甲相关油品封存，也无搁再使用。
食药署也同步更新5批不合格批次福寿、福茂、泰山油品下游业者清单，总计有1006家业者。食药署统计，中年5批无合格配合相关产品总共下架1661.6吨，其他配合有风险下架6020.6吨，总共7682.2吨。因过业者继续盘点，数量一个月增加。对中年油脂案件，李伟也关心，到底是原料巴西黄豆有问题，也是制作过程？制成的问题，不是进口黄豆的问题，所以不要冤枉进口的，是不是？我们目前认为，就是因为其实有用巴西黄豆的也不只有这一家，可是别人可以把品管做好。外界质疑政府要求业者大规模有风险下架，恐怕影响业者的生活。不过，本片皮超过标准的原因也无清楚，所以卫福部长是重量讲，全面有风险下架目的是为保障食品的安全，并不是所有产品拢有安全疑虑。时间制度会对强化源头管理5大方向来做。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这个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5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中东的局势，在伊朗是封锁洪珠海峡，即马阁想要甲连接红海的曼德海峡嘛封起来，会当讲是要切断全球25派石油甲天然气运输的路线。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这边拄啊讲要伫咧洪珠海峡收过路费，也毋过即马煞个转喙讲要取消。伊朗宣布封锁霍姆兹海峡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嘛宣布讲，要再次伫海上封锁伊朗。霍姆兹海峡即马袂当通行，互全球的能源搁再陷入困境。不过，伊朗手头可能有上危险的另外一个牌，叫做联合国安理会执事的焦点。So if Iran is willing to threaten the Strait of Hormuz, how long before the Houthis decide to once again mirror their benefactor, their mentors, their idols in Tehran and try to shut down the Red Sea? They've already threatened to do it. 霍姆兹海峡甲曼德海峡若拢袂当通行，会使讲全球25派石油甲天然气的航线拢断站，所有船只拢爱挖去非洲好望角，行程加10天到14天，这可能就是德黑兰的暗算，要甲战争拖到波斯湾以外的代理人，加强对美国的压力。同时阵，也本政府沙烏地阿拉伯甲青年运动伫2022年会停战，马强要宣告，原因就是7月初3一班德黑兰班机，表面是讲在哈米尼国葬的爱岛团，班机内底孙仔像全是革命卫队、无人机甲飞弹专家。为了阻止班机降落，也本政府甲沙国部队攻击三亚机场，青年运动嘛无咧认输，扣押一只红十字会的飞行机甲人员。إ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قراره الأرعن بالهجوم الظالم على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يتحمل كامل المسؤولية والعواقب الوخيمة. 全球能源甲运输搁再陷入断站的风险。伫这个时阵，美国总统川普又搁脱口了，伊随解喙讲，袂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收货品的20%费用。假由波斯湾的国家加强投资美国，因为伊朗嘛有过讲攻击的力量会一日比一日较大。Do you anticipate that the strikes we're seeing this week against Iran will expand?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川普讲，美军会持续攻击伊朗，一直到伊朗法庭为止。美国嘛已经向伊朗讲，上好完成协议，无者一切拢会乌有去。最后，美国有可能甲伊朗上主要石油出口基础设施的所在地哈尼克岛摕落来。另外，对波斯湾国家来讲，战争甲无确定性已经伫霍姆兹这条航线的策略性看出来。总部设伫杜拜全球港务集团，计划伫咧附近起造一个新港口，提供船只会当踮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靠岸的新选择。若是一切照计划，新设施上紧会伫咧18个月内底准备好势。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我国国民议会10月通过一项法案，要互得到绝症的成年人会当合法家己选择互生命结束的权利。不过，这个法案也该经过宪法委员会来审查，才会当正式来实施。Le scrutin est clos. Votant 561, exprimé 532, majorité 267, pour 291, contre 241.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法国国民议会15表决通过协助死亡法案，规定符合资格的患者必须是有严重而且医袂好的疾病的法国成年人，病情已经威胁到因的性命，是尾期的阶段。也毋过各党的看法也是有真大的认差。Parfois, dans le regard des gens que nous avons aimés, est une manière d'alléger pour celles et ceux qui le souhaitent, pour celles et ceux qui vont mourir ces derniers instants. Cette loi est permissive et expéditive. Sans nul doute, elle va générer des déchirements sociaux, familiaux, affectifs et psychologiques pour ceux qui restent ici encore un peu. 另外，法案也规定，患者必须是无法度忍受，也是医袂好势的状态，由伊本人甲医生自由表达意愿，医生会伫15天内咨询过了，做出决定。伫2天的考虑期了后，由患者家己食致命的药物。若准无通家己食，就要由医生也是护理师来协助。医生也必须爱伫当天搁再确认患者的意愿。Accompagner le plus possible les personnes et leur éviter la souffrance. Sauf que ce qu'on observe aujourd'hui, c'est qu'il y a des personnes qui ne répondent plus aux médicaments, qui continuent de souffrir et pour lesquels nous n'avons pas d'autre solution. 法国总统马克宏登记支持有尊严结束性命的立法，佮较是伊2022年第2任竞选的承诺。也毋过伊坚持毋是安乐死，是协助临终，属于临终关怀的范围。法案通过了后，马克宏表达真安慰。虽然法国真侪份民调显示支持立法的民众占多数，也毋过反对者也强调，若准协助死亡常态化，可能对高龄患者、身心障碍者等社会弱势族群造成隐形的压力。政府应该全力投入安宁照顾，毋是帮助患者结束性命。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来看希腊有一只要飞去德国瑞安航空的飞行机，雄雄发生在机舱的窗仔门落起，有一个61岁查甫的旅客是互输出去窗外，好佳在伊的太太也有其他的旅客有甲救掉咧，才无飞出去。不过这个旅客也是吊伤真严重，目前正在治疗当中。Evo, to je ta slika koju su neki slikali. To je taj prozor gde je moj muž do pola virao, na ovom sedištu je sedeo. Ja sam bila ovamo preko puta njega. Ovaj prozor ga je izvukao na pola. 上起先生卡罗维奇发生事故的惊险回宾，马克西莫维奇甲即马依然心惊惊。伊表示，顶礼拜7日暗晡2人坐爱尔兰联航瑞安航空为希腊回德国起飞差不多10分钟，飞过马其顿顶悬的时阵，雄雄传出真大声音，先生边的窗仔落落，强大的气流将坐伫窗边的先生顶半身输出机外。好佳在坐伫先生身躯边的女乘客，加走道的太太，甲另外一个赶来协助的男乘客，3人将伊移回机舱，成功救回一命。马克西莫维奇讲，迄个时阵，伊心内干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去斗阵死。目前卡罗维奇伫病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医所医院咧继续评估伊的伤势。Pomogao nam je, vratili smo ga, faca mu je bila skroz izobličena, ruka, krvi bilo svuda, i uši, i oči, nos, deformisan je bio baš skroz. 代志发生了后，房机马上紧急降落，个月头等于希腊的起飞机场。希腊媒体甲机场消息人士指出，初步检判可能是引进零件落去，拍到窗仔，互客舱失压。160 ljudi je bilo u avionu, ne znam koliko sad tačnu cifru. 160 ljudi je bilo u avionu, pa neko mora da odgovara za to. I neproveren za put. Pa pođete autom negde pa proveravate gume, motor, vodu u autu i ne znam ni ja, ne avion sa toliko ljudi. 这个班机是波音737客机，波音公司表示，在配合马其顿调查事故原因。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欧盟航空安全局、甲希腊检方拢已经介入调查。这部事故的红埔已经请律师协助后续求偿。另外，虽然航空是证实这事故是真的，不过表示正式调查完成进程，未过对这事件发表进一步的评论。公司新闻新竹被编译。罗西亚的欧拉尼地区因为落大雨，这河川拢涨起来，部分居民是赶紧来撤离。另外，伫咧南美洲的智利嘛是面临着这个极端气候，总统是下令对10个地区来发布预防性紧急状态。罗西亚欧拉尼地区首也卡捷面堡甲4个位的城镇，按6个到7个连续拄着大水雨，其中6月份累积的雨量是永年平均的3倍，创下40年来的新高。真侪民众爱像安尼坐工程车，才有法度脱困去安全的所在。除了撤离几啊摆的民众，还有大概1万人面对失电的状况。
Мы получили задачу работать в селе Килачевское. За день было эвакуировано 54 человека, в том числе 18 детей.外电报道讲，叶卡吉林堡4块位的城镇，有真侪社区街路甲将近100个路段淹伫水内底，几若条桥靠大水冲掉还是算长，上少有27个城镇对外的通路完全断站。含罗西亚、叶卡吉林堡同款进入紧急状态，各南美洲国家地理。主要是针对世界气象组织所提出的超级性应现象警告信息，地理政府对国内10个区域发布预防性紧急状态警报，要预防强风大雨，还有土石流。Siendo una eventual crisis climática importante, nosotros podemos hacer medidas de mitigación, medidas de advertencia a la ciudadanía. Esto va a evitar todo, no. 另外，地理气象局嘛预测会有一波威力极强、威胁极大、横扫地理中南部的暴风雨，伊毋是普通的落雨尔，伊是时速70公里的强风甲强降雨，各山区山仑地带的强降雪甲暴风雪。另外，加拿大多伦多甲英国伦敦拢拄到异常高温，其中多伦多地区是摄氏36.2度，瓦近1995年36.8度的历史记录。伦敦是正出现35度的小影。伫14、15两天，虽然温度有略仔降低，嘛是直直冲破30度。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国际个什么要紧带，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提出停止跨境镇压的法案，要对抗中国甲伊朗一寡国家的威胁。这也是美国头一届透过联邦立法，将境外胁迫定义做严重的犯罪行为。日本的冲天无人机收到日本防卫装备厅10亿日票的订单，讲是要来打造非中国的供应链，其中包含莫达、马德里一寡零件是要甲台湾也个美国买。中国大型机车的品牌长雪机车传出想要伫咧台湾开店，不过咱的经济部随着跳出来反对，讲依照台湾海关进口税这个规定，即马中国籍机车是袂当输入来台湾，因会严格来把关。继续来关心，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到检举，讲在警政署、关务署、海巡署，抑有中油等等这些机关，因采购上下班的手痕面膜辨识登卡机器，其实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搭台湾的品牌。那是有治安的风险，嘛是有国安的空旁。采购上济，这警政署就强调讲，有疑虑的设备全部拢已经先停用起来，这款设备嘛交予司法部来检验。上下班拍开设备也有生物辨识的方式，包括动手用人面辨识。但是拜三有立委指出，伊接到检举讲，内政部警政署、海巡署甲财政部关务署等机关招标采买的生物辨识拍卡设备，技术是台湾厂商摕中国相机下底的品牌Amatura的产品来打败。后续因交台湾厂商的设备甲中国的产品送互 NCC 检验，认定是同物件。立委指出，像手印、人面拢是人事敏感资料，恐惊有治安甲国安的疑虑，要求采买相关设备的机关要全面清查。行政院的公文这个就写得很清楚了，公务用的资通讯产品不得使用中国的厂牌，而且不得安装非公务用的软体。对于敏感性或国安疑虑的业务范围各机关自行认定。我认为这个部分有一点太过模糊了。立委嘛指出，治安署针对敏感甲国安疑虑的认定是互各机关去判断，嘛地区认定标准无同。伊要求针对各自收集的设备，应该要有明确规定，避免危害治安甲国安。治安署是表示会来研究甲标准定好清楚。那采买量上济的经政署是回应讲，目前有疑虑的设备已经全面停用。我们在采购须知上面也明定，不得为中国大陆制产品。那我们按照这个说明审查确认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再送请治安署帮我们确认。那如果说是厂商所提出来的文件的确是有跟是大陆产制品的话，那相关的部分的就是违反了所谓的采购法的规定，我们按照采购法办理后续的作业。在各自的部分，我们会研议来列入这个业务范畴的认定。那我们也想办法，就是让自行认定的这个部分，能够让大家更明确。经政署表示，有疑虑的拍卡设备无连接外部网络，初步判断无资料外泄的疑虑。那针对认定标准无同的部分，经政署讲会进一步来检讨，要求所属的机关要按照采购法甲行政院函释的相关规定来做。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
咱陆委会顶礼拜共有加10个台湾人去中国了后，就失去联络。即马中国国台办就出来批评，讲这是假消息。严格陆委会就强调，因拢有证据，这政府必须就爱提醒国民，若会当卖去中国上好就卖去。另外，针对着进前有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伫咧台中，和一个香港这个嫌犯攻击，即马传出讲，咱的副总统萧美琴本地其实嘛是要参加同一场的活动，有可能是互人锁定的目标。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进前遭到香港籍线条的嫌犯攻击，幕后撤回乌手机事实，香港乌帮传出副总统萧美琴原本也要参加这个活动，最后因为行程调整取消。那立委烦恼萧美琴可能也是对方锁定的攻击目标。石板明夫表示，这个案件不但针对台湾，也威胁全世界言论自由。这一拳绝对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如果他想教训我的话，不可能只打一拳，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恐吓、威慑让大家噤声，他是打给全世界、全台湾人看的。千不该万不该，就是用这种偷鸡摸狗的方式，去暗算在别的国家他们里面的不管人民、学者、专家、领导人，这是非常下流可比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治安事件。那是不是要上升到国安？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论点。立委指出，这个治安事件升级做国安事件，政府爱严厉谴责，将真相查到水落石出。南汇认为，爱有更较侪证据。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表示，无将份任何维权集团的跨国联合行为，支持检警彻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炳雄宣布，20日展开封闭行程，因为伊被中共列为带头顽国分子，甚至翻入去美国和中共跨境定合。沈炳雄强势回应，绝对被困在棍头之下。对台湾人而言，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通气，绝对不会因为拳头而屈服。我们该讲的话，一句都不会少。针对个人去中国风险侵权，陆委会顶礼拜发布各增加10人失联。中国国台办15反驳，反对了批评咱编造假消息，破坏两岸交流。陆委会回应每一件代志拢有凭据，个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做生意，毋捌伫中国以外所在，遭到当地公部门普遍频繁无理的骚扰，强制性恐吓、威胁甲拘束人身自由。政府义务提醒大家尽量都莫去。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标出中国有派人来吸收地下钱庄的业者，透过面册社群广告吸引到咱的军人去借钱，结果讲会当摕机密来堵销。即马这个涉案军人已经去互法院依照涉漏军机罪来判刑2年至8年6个月不等。咱国的军事基地内面有真侪精密的仪器、甲关键的资料，为了要防止有些人士偷摕，拢爱保密。不过，空军司令部所有军职人员因为去借钱欠钱，摕国家机密堵销被判刑。先透过招揽借贷的方式借款给现役军职人员，之后再以提供相关军事情报可以获取报酬的方式，借机拉拢、吸收该借款之军职人员加入组织。中国方面派一位王志勇吸收台湾的地下钱庄业者姓吴的查某人，叫伊伫 FB 社群放借钱的广告，请迄寡想要借钱的军职人员，钱借因了一直甲因洗脑，叫因摕军中的机密来堵销。自2021年9月到2023年7月，每一遍不法的金额自10万到20万。检警也查出地下钱庄姓吴的业者，叫伊伫银行做一个小妹做白手套，去高雄一间银楼，领中国用地下汇兑转来台湾的钱，红磡资金的流向。涉案的苏官兵被判2年到8年半，姓吴的查某人因小妹因为洗钱罪被判刑，伊家己是起步盗走被通缉，案件一过当上诉。海空、雷达、通信、作战管制，还有像战斗机联队啊这些重要的单位啊，更应该加强这一类的财务宣导。军事专家纪东文讲，国防部有真侪贷款加急难救助方案，不过有真侪国军总是认为要甲军方借钱较困难，顶多是向民间借钱。除了建议国军爱推扫相关的资讯，也要注意军中涉及高度机密的单位，因为因是中国上准的重点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
家人地检署侦办姓何的营造业者涉嫌透过围标的方式，摕到家人市府公共工程，甚至是涉嫌勾结国民党市议员詹启炎，利用这议员建议款去冒工程，佮甲公务员讹洗。检方昨是发动搜索，约谈17个被告，专案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的罪嫌来侦办。贵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人员照常出入入，不过气温说了啊严肃，因为检调透早或者搜查，个案涉案的公务员带走。贵阳检方接到证据，幸好的营造业者涉嫌用白标、围标、施补工程款这寡方法，标入市府的公共工程，包括采购中心公务处这寡单位，恐惊拢有人涉案。15指挥廉政署调查局搜查市府市议会顶31日所在。市政府各局处长时间积极配合检调单位。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也应该要做的，就是各局处都在积极配合司法单位的一个了解跟追踪。检调局发现，担任贵阳市义消顾问姓何的业者，涉嫌勾结国民党市议员，也就是贵阳义消总队长詹启炎，利用议员建议款包工程，涉嫌讹洗中正区公所人员。这届毛所查区公所按报区长等人带走，总计约谈被告17人，证人7个人到案说明。每个议员在问政方面也好，或你平日的行事作风也好，其实在选区都会有所耳闻。希望说，司法能够勿枉勿纵。我觉得要去厘清清楚议员配合款跟其他的公开招标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认为，反正到登记之前，这种事情估计还不止这一件吧。根据地方人士讲，这件弊案哪像牵涉市政府为了路顶甲拆除旧校舍等工程，因为詹启炎因兜嘛是政治世家，政商之间的关系真深远。这届牵涉弊案，恐惊会冲击到伊要拼议员连任。目前部分的涉案人已经移送地检署复讯，专案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高雄市的暖化指数即马已经接近200%。有建商就上准这个相机，甲一间经营30多档，准备要收起来饭店，甲买落来，按算明年开始要租予有需要的老大人。伫大车路边这间高雄的老饭店，4年前停业了，有建商看准这马台湾正值超过龄社会，明年要甲这栋老饭店改建成做6人庄园，分做单人加双人房出租给老大人，大甲正一个月差不多3万到4万5。很好，大家的需求很需要这件事情，政府大力补助，不然真的住不起。不是小孩子不要我们。是我们活下去，是拖累下一代。饭店式的6人庄园，除了有些健康公共设施，也有大型病合作医疗连结，帮助住户做健康管理。中国1/5的老年化，那所以说现在又少子化，又子女又不在身边，那所以我们想说，必须要让这些年纪大的人可以居住在一起，大家可以互相学习陪伴。我们结合了大型医院的一个医疗，还有每天的健康的检查，以及我们的3餐供应。嘛是人口高龄化，伫高雄市前金区平均3户就1户是单身户，单身贵族一个人大已经是前金区的主流生活形态。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少子化也是国安问题。全国家长团体联名19讲，台湾总人口已经连续30个月负成长，主张提悬育儿津贴到1万5，减轻饲囡仔负担。不过，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4发的民调，35%的人讲，就算每个月育儿津贴拢增加，也无想要生。社会安全啊，哎呀，3不5时就看到被车撞啊，要不然就毒驾、酒驾啊，哎呀，就觉得说我小孩子养那么大。走在路上都不安全，那就干脆不要。中研院民调显示，有9%的民众认为以后的厝价加生活成本拢会愈来愈悬，干那靠政府现金的补贴，饲家己、饲囝、搁饲爸母，根本就无够。记者综合报道。
外送专法对7月2日要开始实施，这外送平台 Uber Eats 就公布外送员有4大保障，除了确保这特定订单至少会当赚45块，也确保因的薪水，而且也要建立职灾保险的补助甲独立的申诉机制。不过，有店家来表示讲，这个月开始，这 Uber Eats 已经甲店家加抽搁较济，恐惊这新制度增加成本，拢会变做是消费者爱来承担。豆花甲配料一个一个放入去碗内底，卖豆花的业者讲，7月开始 Uber Eats 通知讲要甲抽成起到35%。业者讲，这应该是平台业者因应外送专法要实施，业者这边嘛只有调关平台顶面的定价。抽成它就是有直接调到上限去了，相对客人要负担的很多，那我们店家也是被抽的很多。那如果店家不调整的话，就等于卖一碗赔一碗。Uber Eats 第15宣布讲，因应外送专法实施，2开始对外送员有4大保障，包括基本薪水符合每一张订单上少45块，再加上实际外送时间的费用符合基本工资的1.25倍。接单卡有漏站的信息，另外对职灾保险保费专业补助嘛有申诉机制。很难取餐的，或者是很难配送的那种，也是都是在浪费时间。平台说的算，那说实在有没有保障到我们这些司机，其实不得而知啊。近期平台一直宣称说这个可能会跟这个外送员收取这个委托费，那我们也在静观后续的发展。外送产业工会表示讲，我会观察新法实施了后实际运作的状况，实际去问消费者有人发现，虽然交钱参加会员方案，满月会当免运金，不过还会收一条服务费。看到价格就会觉得，那干脆自己去买。所以如果还有再调涨的话，我确实可能会比较少使用，不太能接受，但是还是会点，因为学校就是也买不了其他的东西，只能叫外送。外送专法特别实施，由交通部负责的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规划，应记载甲袂使记载事项，按算后礼拜有过，后个月送行政院审查，有机会伫后半年实施。交通部表示讲，会开较侪时间来定草案，是因为爱和每一个平台消保团队这个单位沟通，摕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公布2024年总共240间医疗院所的财务报告，其中这南口中间病院是赚37亿外，是连续9档拢排伫咧赚上侪钱的病院。不过，伫咧癌症专职病院的部分，煞是咧了钱，亲像台大的癌症病院是了3.6亿外。因若伫咧医护人员这薪水部分，健保署分析讲，人事费用加起来是有3102亿，比去年增加81亿。89岁李老先生今年5月向巴肚疼到金门病院检查，发现是巴肚主动脉瘤破气，并且出血性昏迷，也无马上开刀，死亡率9成。更较大的问题是，李老先生佫得到免疫性血小板低下脂肪症，营血功能真歹。好在大埔警总甲金门病院合作，克服离岛医疗资源不够等各种挑战，紧急就地开刀，就将病人为鬼门关头前救回来。感谢台湾医生和我以后。最困难的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第一个关键是夹到主动脉嘛。那病人正在出血，你只要在出血点的上面把它夹住，整个身体就会比较稳定。病院是挽救生命第一线，卫福部健保署公布2024年医疗院所财务报告，南口中间病院赚37.26亿，连续第9年是上赚钱的病院。第二是高雄中间28.65亿，中国附医13.89亿，台北精总10.4亿，台大病院是排名第7，整体赚12.12亿。那我们也是看长庚的财报，那当然它是以股利在112年它是拿到了36.3亿，113年就只剩下18.4亿，所以大概就少了17.8亿。不过，有所有病院拢赚钱，高雄公山病院医疗了上济，达到6.76亿，台大癌医也了3.63亿，好心地癌中心病院是了1.85亿。医界团体批评，健保署公布病院财报，干来做半途，缺少医疗品质甲医护薪水等关键的指标。除了应该要主动公布不同机构健保费用的流向，来监管快速扩张的自费市场，
也应该要研议下修财报公开的一个门槛。健保署15公布2024年让健保费2亿以上，总共240间医疗院所财务报告。外界关心病院探钱时阵，赚的钱是不是分配给基层护理人员、劳做护理认定？健保署强调，因此费用加总总共2102亿，比前一年增加82亿，认为甲健保总额高成长甲公布预算因素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生活数位化，严格伫咧网络的世界受真侪风险。大小明甲便利商店业者就合作来推出互动游戏兼教材，希望让少年囡仔哪算哪了解数位的安全。因嘛希望透过这份教材，会当来协助老师加教学生宣导网络的风险。喂，你的本名叫林小可是吧？没想到本人还蛮漂亮的嘛！我已经知道你住哪里咯。游戏当中，主角敢若是在网络分享生活相片，都因为无注意到讲有翕到个人资料甲四周景致，去互千份人找到真实身份。这是由大小明甲便利商店业者合作推出的游戏兼教材，希望互学生加了解数位安全的重要性。有学生讲会当哪算哪注意到问题，嘛愈愿意了解愈多。他的资料外泄，然后如果需要防范这些的话，我觉得可以把显示权限改到个人。挺喜欢这样的设计的。因为说让我们不是那种死板的看书，然后或直接用讲，而是让我们自己我们用手还有用看的去体会到。即卖少年家无论是课业、生活、娱乐，还是兼职做工课，拢离袂开数位世界。陈小平表示，即届推出的互动游戏是对今年发布的数位安全指南网甲延伸的，包括数位性别社、各自挂社和工课场数位守则甲建网络4大议题。因嘛希望这份教材会当协助校园加甲学生宣导对数位世界的风险。手册漫画部分，我们其实已经有跟国教署、教育部那边，他们已经有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提供大家可以去做一些下载。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办很多的一些教材使用的一些课程，然后让更多的老师们可以去来知道说，哦，原来这些素材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使用。那针对之社会数位人权议题，监察院监委叶大华表示，目前立法院正在修正儿少权法，有特别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强化注重儿少的数位素养能力，甲数位环境安全。教育部嘛有在学校推动数位教育，成立媒体素养甲媒体识图推动委员会，继续讨论相关政策。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来看台南有一个找找台南白色基地的展览，是成大历史系经过6档的收集，将台南捌发生过的政治事件，透过地图甲时间、人物、地点拢总串联起来，要带民众来熟悉白色恐怖的历史，也展现这个少年人投入公共历史甲人权教育的成果。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布满了很多线，那比如说有红色、黄色的线，就是它会在点位之间做一个交织跟连结。工作对成员宽宽甲民众了解展览要安怎看，会当看到啥？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对6年前开始，针对1950年代成大师生捌牵涉到的白色恐怖事件去收集资料，透过少年人的角度，甲这资料重新整理，甲时间、人物、地点串联起来，做成故事地图，方便民众去理解政治案件是安怎发生的。你唔是敢若知影这前辈受难的结果，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脉络，然后去理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还有行动。工作队唔拿做故事地图，佫会根据地图的内容去办人权小旅行，其中的旅行路线去年也佫成大列入通识课程。这届展览到一区是用700几学生的参与感想来设计文字群，那点顶悬的字就会出现时代背景甲学生的看法。另外，佫有一区是用声音来展示，有模拟，嘛有政治受难者亲身来讲家己的故事。陈清生前辈，生哥他目前人健在，让这个前辈本人，然后亲自在这个声音化的展览区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最特别、蛮有意义的地方。而且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参与，然后他们当成一个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跟说这个脉络的故事的，说这个故事的主体，我们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个好的社会沟通的方式。甲展览选出来效果举办，希望互更较侪人来关心、参与转型正义，知影珍惜即阵的自由社会。成大教授谢树恩讲，即嘛有足侪政治档案农业的整理，若准讲成大会当安尼做，无得较其他所在嘛会使比较办理。记者李成武、柯家族、邱朝阳台南。
欧洲国家丹麦安省今年要立法禁止15岁以下囡仔使用特定的社群媒体。伫咧首都哥本哈根也出现头一个无用无3C 产品的游乐场，鼓励大人把手机放内，加用时间来陪囡仔佚佗。丹麦哥本哈根的市中心，距离中央车头无远的新社区，最近出现全国第一座无用无的游乐场，呼吁来到遮耍的大人，也有家长做伙把手机甲3C 产品放落来，专心陪囡仔佚佗。And we see that screens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part of the everyday lives of the families, and that the parents are really seeking how can we get more presence with our children. We also see that screen-free zones is working in the families. So this is a little help, but it's not anything that we should point fingers at. 这个游乐场所在邮政区是原本哥本哈根中央邮局旧址都经改建完成的，由丹麦退休金管理公司典尼卡下底子公司参与开发。结合主体商业，也佫有公共空间，甲囡仔佚佗公共空间，甲亲子互动，甲放入去社区的设计内底。游乐场内底有几啊个无用无区的告示，顶悬佫画爱心，表达温和的提醒，讲这毋是强制规定。家长的反应嘛非常的正面。Yeah, I think it's good to have a phone-free, screen-free playground. You know, I think it's a good tim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kids. You know, you shouldn't be distracted. You're on the phone for work, talking to family, friends, and stuff like that all the time. Looking on social medias, it's good to step away and spend some time. Yeah, a lot more playgrounds should be screen-free.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a law, but it could be a good idea for them to make really big places where it's not allowed to use it. 现代人拢有手机上媒网络，也是社群媒体，常常互认为做是家庭冲突的根源。若是典尼卡委托的民调就发现讲，57%的丹麦人支持伫公共游乐场设立无用无的所在，超过一半的丹麦家长嘛对囡仔伤见电子荧幕，感觉是真烦恼。丹麦政府伫2025年提出全欧洲上界严格儿童社群媒体管制方案之一，拍算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部分的社群平台，同时嘛要求平台的强化年龄的验证机制。若丹麦政府认为社群媒体演算法，也有伊的设计，就是要互囡仔算甲调的，会去影响到囡仔的心理健康。若所谓保护袂使干那靠家庭，这个案件已经得到跨党派的共识，预计伫今年会当表决通过。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伫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真烧热，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资讯。过到各地嘛有机会会落准雨，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出门得加啉寡水，嘛得注意天气的变化。所以来，咱做伙来看各地头详细温度。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6度，南部地区26度至36度，南部地区26度至36度，华岛地区27度至32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再讲一个时间再会。